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总会所定的双年纪念主日。牧师专心期待咱在座的长辈，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咱知影人若活了长岁寿是一个大的祝福，但是毋简单爱活了长岁寿，伫即个咱人生的过程中间，爱活了喜乐，更加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年老的保罗哈，但是其实伊的副题是叫做喜乐的秘诀啦。就是讲咱看见着年老的保罗哈，伊心中充满了喜乐。伊写一张批信叫做喜乐的批信，就是腓立比书。那么对伊中间所写的一段经文来思考几项喜乐的秘诀。所以今仔日信息哈。是互所有的人的，毋是讲互老大人尔，是互所有的人。无论是你是年长，还是讲年轻，拢会当透过这段经文来得到祝福。所以，请大家爱用敬虔的心来领受，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上帝的话，就是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亲爱的主，阮只是要静静来领受你的话，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能真实明白你话语的重点，你话语带来的信息，透过这信息，更新改变阮的生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哈。这咱对遮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咱若看和合本是安尼翻译的哈，伊讲白头毛是应邀的冠冕，伫公义的道路顶面会当得到。所以咱要注意讲圣经哈，咱毋通看一半尔哈，咱毋通若准讲咱若白头毛就是应邀的冠冕哈，毋通若准安尼哈，咱来去看后壁段哈。伫公义的道路顶面的确得到哈。咱来注意圣经并无讲人因为年老所以白头毛了，咱就有荣耀，毋是安尼。圣经是讲，如果若一个人行踮伫公义的道路顶面，等于白头毛的时阵就有荣耀了。意思是讲，如果若人愿意一生听上帝的话，顺探上帝的话，行伫上帝公义的道路顶面。等于年纪中大、年老的时阵，伊发觉讲伊的人生是充满了荣耀的。所以咱来彼此勉励，就是讲咱伫年轻的时阵，头毛还未拔进前，咱着爱设法去超找上帝的道路，设法去了解啥话叫做公义的道路，然后咱着行踮伫上帝为咱备办公义的道路顶面，当咱头毛开始爬的时阵，咱就真实在这是咱生命中间上界大的祝福，上界大的荣耀。所以咱今仔日特别透过保罗的生命，保罗的观念，伊的人生哲学，去学习安怎去营造一个健康的人生，就是安怎去找上帝的心意，照上帝的心意来行。而且透过安尼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的平安甲喜乐。当咱人生行到落尾的时阵，咱确实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会挺好咱。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项秘诀，咱一项一项来学习。咱知影，咱人有时阵上介大要求就是讲，咱活的时阵面对生命的无常，搁另外一方面咱搁爱去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人无论活的还是讲面对死亡的问题这两项代志人是束手无策啦就是讲对这项代志咱无能为力咱无法度完全掌握世间所有的代志。咱想讲世界上界有权力的人是美国总统，伊嘛会着武汉肺炎呢，伊无法度掌握所有的代志人生是无常的，
搁另外一个就是讲，每一个人拢必须要，虽然真无爱，但是必须要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人对这两项代志是无能为力。但是如果一个人伊真正会当看透生死的代志，安尼我相信这个人就无搁再有啥物款的代志会当困扰这个人，一定是生命充满了喜乐的人，就亲像保罗同款。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保罗安尼讲，伊讲因为我活的是为基督，死更加有利益，有收获。但是如果我活的会当加做我有利益的工作，安尼我就毋知影要安怎选择。伊讲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挣扎，就是无论是死也是活，伊拢感觉真好。但是伊毋知影安怎选择啦，伊伫两难的中间。伊讲我真爱离开这世间，甲伫基督斗阵，这是不知较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活踮伫世间，阁有责任嘛。所以咱对安尼，咱会当理解来讲，保罗其实对生死的代志，伊看了真坦然。咱来理解就是讲，伊咧写这张批信的时阵，伊咧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伊是被关伫监狱中间，所以伊面对一个审判。这审判是会判伊生被偷放，还是判伊死刑被处死，伊毋知。但是伫面对着这个关头的时阵，伊心中真坦然，伊认为是生也是死，拢袂要紧，因为对伊来讲，伊拢真喜乐。如果伊若会当活的，被判偷放，安尼伊感觉真快乐，因为伊会当为基督加做一寡代志，伊会当对教会、对信徒有搁较侪的贡献。会当提供帮助，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伊若被判死刑，伊讲面对死亡，伊更加有利益啦。因为伊深知伫伊生命的尽头有一个极荣耀的冠冕咧天互伊，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美妙的代志。所以被判死刑，死亡对伊来讲，伊就是去上帝遐领上帝要予伊的奖励，所以对伊来讲，这是一个真美妙的代志，无啥物通惊吓的。所以咱就爱知，就讲，因为伊活了有目的，伊死了有愿望，所以无论是生是死，伊的生命拢充满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拢知影生命是有限的。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常的代志，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而且咱阁会面对死亡。如果咱会当亲像保罗遮尔坦然，活着有目的，然后死了有愿望，这是咱人生中间上界喜乐的代志。咱过去咧读国文的时阵，咱有读到一句孔子捌安尼讲未知生，焉知死啦。伊无要探讨死亡的问题，迄是恶比。所以先探讨说活着的代志，但是咱的信仰是讲，你若毋知影死了会变做安怎，你毋知影今生要安怎活，未知死如何焉知生？所以咱爱去学习亲像保罗这款的人生哲学。咱知保罗知影咱人死了有审判，所以咱就爱把握咱有限的人生。去追求迄个死了的愿望，就是咱来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去接受耶稣基督，车做咱生命的救主。咱死了后就有愿望，而且在生的时阵，咱就拍拼来活，活了有价值。当咱互上帝呼召的时阵，来到的时阵，就是咱就是咱去领奖赏的时阵。如果咱来用这款态度活着，自然而然，咱会当用喜乐去面对咱的人生，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秘诀，坦然面对生死啊，这是咱每个人拢爱学习的功课。第二项，咱看起着保罗伊讲伊活着的时阵有一项真重要，就是讲伊要继续向前奔走，就是讲伊要继续
按上帝为伊查的标来奔走。咱买咱讲是向着标杆直奔啦，因为保罗伊无因为伊年纪大，伊就离开伊的使命，伊要继续奔走上帝为伊备办的道路。上帝伫伊面前有插一支标，这标杆，伊要按这标杆一直走。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上帝咧呼召人的时阵，无考虑伊的年纪。上帝呼召真少年的人，比如讲上帝伫少年的时阵，就呼召大卫，也是讲上帝呼召少年人提摩太来成做保罗的帮站，推动教会宣教的事工。但是上帝嘛有呼召老大人，咱看见着阿伯拉罕75岁的时阵被上帝呼召，然后伊伫伊人生的过程中间，伫100多岁的时阵，将伊的独生囝以撒献给上帝。就是讲，伫年纪真悬的时阵，伊听上帝的程度达到一个高峰啊。摩西80岁的时阵，被上帝呼召，这时阵伊的人生已经过2/3啊。伫最后2/3这段时间，伊接受上帝这么大一个挑战，爱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上帝所应允的地，伊嘛全然献身接受上帝的呼召。咱看见着加勒85岁的时阵，犹原要去征战好的征战。所以上帝有呼召少年人，嘛有呼召老大人。咱看见着保罗无因为伊年老，就离开伊的使命。伊讲伊继续要向前奔跑。伊讲只有一件代志，就是袂记起后壁面的，努力头前的。按上帝所为查的标来奔走。这句话意思是讲，无论过去做了好也是无好，咱拢毋免管伊，咱拢需要搁再努力。奔走天路这件代志，爱持续到落尾，因为这是上帝所赏赐咱一个真大的恩典。咱毋通讲我过去捌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伊教会有一个信徒老信徒对伊讲。牧师啊，我年纪真大我这来教会服侍甲礼拜的课程已经做了所以我要休困要休息这款毋是正确的态度。咱像咧奔走天路这条道路，一定要真认真奔走，走到最后一刻啦。咱看见保罗就是安尼持续按上帝予伊的标一直走，所以伊到最后的时阵咱讲这段话是保罗的威严啦伊最后的时阵伊会当真肯定安尼讲，伊讲迄个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要走的路我已经走尽，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对担了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伊真有把握伊知影伊真认真行过伊人生每一个时刻。上帝所交代伊的代志，伊拢完成了。咱看见保罗就是用这款的生命态度来奔走，所以咱有哪爱学习我前日落去台南做这个公报社的董事长的交接我牧师已经下任嘛交予另外一个福州教会王宗林牧师伊接受我做这个公报社的董事长伫咧交接的时候，就甲伊开讲因兜几啊代拢是牧师啦伊的爸爸是牧师，伊的阿公嘛是牧师。伊咧讲伊的阿公王兴武牧师的故事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了，我转来去查伊的资料我感觉是真感动。这王兴武牧师一世人拢服侍上帝伊出世伫平湖。然后伫平湖牧会，也伫台湾牧会做真侪真好的事工伊其中有几项真特别的所在伊90岁的时阵伊去美国找伊的后生去探访伊的后生伊后生就讲无我带你世界踅踅来看看看这美国的风景也是讲要去倒去参观伊讲袂，伊要去社区学校
学英语啦，吼。因后生问讲，你90岁去学英语要创啥？伊讲吼，我要学英语要美国人传福音嘛，吼。嘛确实安尼吼，伊后来去学吼，虽然英语毋是真好，但是伊无论啥物款的所在，只要拄着美国人，伊就主动行过去吼，用伊吼无几句的英语吼，毋管对毋对，毋管对方听有啊听无吼，马上就是对对方传福音。然后吼，过一段就是讲，伊102岁的时阵啊，吼，一届无说伫摔断伊骹骨吼，带入去台中一间病院内底，开刀了吼，医生就起来看伊恢复了安怎吼，伫病房中间伊就问讲，医生啊，你敢要信主啊？医生讲袂，伊讲好。安尼我来传福音吼，你要看真诶时间，我来传福音吼。我这上份袂要紧，我已经102岁啊吼。然后住院诶中间拄好拄着中央节吼，台中市诶市长夫人吼，甲相关诶官员起来探访，因为伊年纪真大嘛吼，102岁吼，伊嘛抓着即个机会要对因传福音吼。伫病院即段时间吼，伊爱讲话诶时阵吼。伊嘛是抓着机会，来照顾伊个人，来看护，来传福音。后来伊无偌久吼，102岁了过身。所以咱就知影讲吼，伊一世人就是尽忠到落尾。无讲因为我年纪大，我就放弃上帝交代我的使命。所以这是咱来学习的。奔走天路，一定要走到落尾。亲像保罗同款，也因为安尼吼，伊生命充满了愿望甲喜乐。第三项吼，咱如果会当安尼尽力去跑走吼，咱就会当成做后辈的祝福。吼，咱看去保罗年老的时阵，持续用伊的生命咧做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成做别人的祝福。虽然对遮所读的经文讲，为着恁的缘故，我应该爱活落去吼。虽然伊真爱肉体死亡了，马上去耶稣基督遐，但是伊讲为着恁的缘故，我需要继续活落去。对这点我深信无要求。我知影，我要继续活落去，而且要继续甲恁大家斗阵，帮助恁伫信仰顶面更加长进，更加有喜乐。所以保罗伊活的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感，就是讲伊会当带互别人祝福。所以，伊伫遮咧讲一项，互伊喜乐的原因，就是伊将伊的生命投资伫别人的生命顶面。伊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虽然伊即摆是关伫家国中间，未来要安怎，伊嘛无清楚。但是，伊对伫信徒的灵命造就甲信仰的提升，伊充满了负担。也因为安尼，伊的生命有愿望，伊充满了喜乐。伊明白伊安尼做是相当有意义。因为一旦看见信徒的信仰长进，伊就充满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这学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若爱有持续的喜乐伫你的生命中间请用你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带予别人祝福。因为咱来明白，一个人若活踮伫家己的世界中间伊的喜乐一定无真济啦。因为伊接触的世界太细，拢咧想家己的代志迄款人袂喜乐。如果一个人一旦决志要行出家己的世界，贡献家己的生命，安尼伊的喜乐自然而然会加起来。所以咱来学习特别是咱中间的长辈无需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其实伫教会生活中间所有这后辈的人拢咧看咱所讲的每一句话，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别人拢咧学习的，别人拢看在眼内。如果咱能真做别人的典范，即后辈的典范，这就是对后辈一种祝福。这是咱来学习的。最后一项咱来学习的就是保罗伊生命中间有一项代志带互伊真大的喜乐，就是知足啦。其实圣经当然讲，咱要用喜乐来面对人生
真经安尼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忧伤的灵互骨孤大。其实咱拢知影吼，烦恼无路用嘛，拍算较要紧咱坐伫遐烦恼一点仔嘛袂当解决问题所以咱来学习安怎去，互咱的生命喜乐起来。要学习喜乐的第一步，就是讲，咱爱有知足的功课啦。有一个广告词安尼讲吼，人若无所求，生活就较自由啦。你若减轻家己的欲望，享受家己所有的，安尼你生活就真自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这伫腓立比书第4章11、19、12节，伊讲：我已经学晓对现状满足。我知影安怎过爽享的生活，也知影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这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凡事我拢老练”。我会当生活伫爽享的环境，也当生活伫富足的环境。随时随地，饱足也好，枵饿也好，丰富也好，欠缺也好，我拢知足了。伊咧点出这知足，其实是带予咱生命喜乐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咱的理解就是讲，保罗知影知足的重要性。因为伊这时阵被关伫监牢中间，伊写批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完全供应保罗的需要。所以一个人若接受别人的供应，伊若无满足的时阵，伊贪婪的心若一生出来的时阵，这个人伊就会拄着真大的困境，因为伊会一直贪，袂通满足家己的欲念。所以保罗真知即件代志，所以咱看起来伊写互提摩太的批，伊嘛安尼讲，一个人若知影知足，宗教确实会当互伊富裕啦。咱来到即个世间，无带来啥物，咱怎样会当对即个世间带走啥物？所以咱有通食有通穿，就应该爱知足。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甲关心，已经到伫非常大的供应。是相当体贴，因望使徒保罗伫因的支持下面继续做福音的事工。但是如果这个时阵若无准则的时阵，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个人被家己的欲望控制了，这种欲望咱亲像无底深坑同款，会将咱的生命带到困境中间。所以保罗真知要对抗这项代志，只有知足。啥货是知足？这无书过去也大家讲过，知足就是讲，你会较侪去享受你所拥有的，较少去看你无的。咱若人常常手摕真侪物件，拢看别人的手咧摕的物件，拢感觉家己较拢无遐的物件，拢感觉家己真爽享。其实咱拢拥有真侪啦，所以无书顶回我就大家讲过嘛，你若感觉你真爽享你就去款内底，款内底也是讲去搬厝你就感觉讲开遐侪物件拢搬袂了，我开遐尼侪物件所以你爱去看你有的物件，你毋通去看你无的物件你若看你有的物件，你就感觉讲我开遐尼富足，我好好来享受我已经拥有的物件，特别毋是物质的物件是咱有真侪亲人朋友伫咱四周围，那是真有福气的人，咱爱知影金钱财米袂当带来真正的喜乐，知足是咱生命喜乐的源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4项真重要的功课，是喜乐的秘诀，就是坦然面对生死。第二就是讲尽力向前奔走。第三，咱用咱的生命成做后辈的祝福。最后一项就是咱常常知足，会当得到喜乐。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用阮的生命去回应你的话语。阮恳求主，你帮助阮，阮面对世间的烦恼、甲生死的问题时，会当坦然去面对。阮会当人生会当
明白你为阮查的表伫倒落，尽力去奔走，用阮的性命成做别人的祝福，以及常常会当知足，在阮所拥有的，真正是上帝所赏赐一切好的物件。阮享受者的得到满足甲喜乐，恳求主你赐享赐阮喜乐的人生。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